而家除咗你之外，第二個都冇口授南傳派嘅引導傳承。呢個傳承如果中斷，實在太令人惋惜啦。所以請你將傳承傳俾我，翻轉頭我再添上經教同埋正理，把長講嘅教授奉還俾你。咁嗰位比丘話：好似我咁樣嘅人，點能夠幫人哋傳法呢？佢唔以為自己有咁樣嘅能力，最後終於同意傳法。比丘將甚深教授匯集，完全根據自己實修經驗傳授傑洛桑經巴，大為震驚。佢後嚟讚歎就話啦：我講要將教授奉還，實在令人害臊啊！佢其實係加當教授派嘅大格西。傑洛桑經巴亦都獲得殊勝止觀三摩地，並經由新曼陀羅獲得悉地。傑洛桑經巴長期住喺洛澤下部嘅磅引寺，佢個弟弟傑格桑丹真賢劫持教住喺達扎上部嘅拉定日錯，一貌鳳鳴。格桑丹真幾次請求洛桑經巴前嚟拉定日錯，都未能成行啊。後嚟洛桑經巴定中觀照，茅縫入邊同埋出邊一切了了分明。有一次，格桑丹真前嚟拜訪，佢同弟弟話：我已經睇過你嘅茅縫啦。隨後詳細講述咗嗰度嘅景物，包括門前左右兩側嘅柏樹。跟住又問啦：你走廊內有一大塊白色搖搖晃晃嘅係乜嘢嚟㗎？原來佢喺定中睇到係塊隨風搖擺嘅布簾。洛桑經巴傳發俾弟弟格桑丹真，後者透過顯密修持，同樣亦都獲得好高嘅成就。呢個師傅呢，每每顯示靈異啊，如講法嘅時候，從左右眼各放一道白光，分別往左右弟子中，臨散會嘅時候光又收返咁樣。講法嘅同時又能夠作妖子等事，遇見者不稱奇啊。此師親見整個供養上師儀軌之良田，圓寂嘅時頂骨上邊自然浮現供養上師儀軌主尊像，至今仍供奉喺拉定日錯。格桑丹真傳法俾成就之主王格桑克珠，善願至誠。呢個師傅亦都由總攝輪之門獲得悉地。我嘅依姑主大寶上師就係喺佢嘅門下聽受呢個法教授。以上所講有關文殊口授南傳派傳承嘅簡單情況，另有詳細嘅傳記著作，大家應該去了解下。口授中傳派由偉大嘅遍知五世賜給赤印經巴加措布斯海，然後次第相傳至赤印洛桑輪珠善慧任成。傑洛桑經巴亦曾喺其跟前受法，速度明晰引導，由遍知班禪洛桑耶協善慧智贊助後，一段時間內冇人求受此法嘅引導傳承。班禪上咗年紀，眼不良於視，有需要傳一啲重要嘅經教時候，即係只有一兩頁，求法人亦都要寫成好大嘅字體呈上。當時大成就者洛桑南傑善慧聖離世專修，遊方於各地蘭若。當佢睇到速度，意識到若不求此法引導傳承，對未來嘅學人好不利啊。於是呢，擔住所有家當嚟到呢扎集輪報紙，通過知客請求班禪大師傳授呢個著作全集啊。特別係傳次速度引導，知客深感訝異啊！一個普通嘅僧人求法嘅胃口咁大嘅，何況大師眼睛又唔好，潑咗好多冷水，最後轉身不顧啊！洛桑南傑冇氣餒啊，一連3次如是請求，知客視若無睹。洛桑南傑急切之下講：我唔係嚟向你求法嘅，係要你將呢個請求轉達班禪凌波車。知客見佢呢發嬲喎，就同大師報告。大師一聽欣然同意，視力等問題呢都消失啦。
將教授完整咁樣傳授。我大寶上師曾多次講起呢件事啊。然而喺我哋嘅傳承入邊，洛桑南傑並唔係太出名。我哋嘅傳承點樣由傑、昂旺、強巴與自在詞逐步傳嚟，可見之於有緣頸炎。以上只係粗略講述作者嘅屬性啊。我大寶上師話，如果師徒雙方都有空閒長談，應該按照喇嘛雍增仁波切嘅兩卷本道次第傳承上師傳講解。雖然而家冇辦法咁樣做，但係都希望大家請一部嚟經常閱讀啊。讀完每位上師嘅傳記之後，應該發願念誦吉祥上師新雲河等文，收集隨喜心。